Jawai dosa ka jaman-jaman na makai tinana sudivat. Saka tuswa ka jaman-jaman auroja supina kainua cemas. Imazai tua bina sas vari-varitan tevril. Imazai tua wunamakayan, imazai tua tiroa karam patu sepacapro katu dosa karam. 历代志下6章3节到42节。以色列全体会众都站在那里，所罗门王转过来，面对着民众，为他们向上帝祈福。他说：赞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他信守他向我父亲大卫所做的许诺。他曾亲口告诉大卫说，自从我把我的子民带出埃及以来，我没有选择任何以色列的城镇来建造敬拜我的圣殿，我也没有选择任何人来领导我的子民以色列。可是现在我选择了耶路撒冷作为敬拜我的地方，并且拣选了你大卫来统治我的子民。所罗门继续说，我父亲大卫计划建造圣殿，作为敬拜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地方。可是上主对他说，你有意为我建造圣殿是好的，但是你不可动工，只有你的儿子，你亲生的儿子才可以建造我的圣殿。现在上主已经实现了他的诺言，我继承了我父亲做以色列的王，并且已经建好了敬拜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我在圣殿里安放了约柜，里面放着约的石板，这约就是上主与以色列人民订立的。所罗门的祷告。接着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走到上主的祭坛前站着，举起双手祷告。所罗门曾叫人做了一个铜台，放在院子中央，长2公尺2公寸，宽2公尺2公寸，高1公尺3公寸。所罗门站在台上，在人人可以看见的地方跪下来，向天举起双手。他祷告说，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啊，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可以跟你相比，你信守你与子民所立的约，当他们一心一意顺服你，你要向他们显示慈爱。你持守你对我父亲大卫的应许，到今天每一个字句，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实现了。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啊，现在我求你也实现你向我父亲所做其他的应许。你曾告诉他，他的后代若谨慎顺从你的法律，像他一样，就永远会有人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实现向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事。上帝啊，你果真会住在地上，在世人中间吗？即使是无边的天际也不够容纳你，何况我所建的这圣殿呢？上主，我的上帝，我是你的仆人，求你垂听我的祷告，答应我在你面前的祈求。求你日夜看顾这圣殿，你曾允许这事要作为敬拜你的场所。我面对这圣殿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你仆人和你的子民以色列人面对这地方祷告的时候，求你从你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我们。假如有人被控告得罪同胞，被带到这圣殿你的祭坛前，发誓说他是无辜的，上主啊，
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有罪的就照他应得的报应他，无辜的就依他的无辜判他无罪。假如你的以色列子民因得罪你而被敌人打败，后来又转向你，宣认你，到这圣殿谦卑的祈求你的赦免，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饶恕你子民的罪，领他们回到你赐给他们和他们祖先的这一块土地上。假如你的子民得罪你，你使天不下雨，后来他们悔改宣认你，面对这圣殿谦卑的向你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求你饶恕你的仆人和以色列人民的罪，教导他们走正直的路。那时，上主啊，求你降雨在你的土地上，就是你赐给你子民作为永久产业的土地。假如国中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蚱蜢，或者你的子民被仇敌围困或遭遇其他灾祸疾病，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假如你的子民以色列中有人心里忧伤痛苦，伸出双手向这圣殿祷告，求你垂听他们的祈求，从天上的居民垂听他们，饶恕他们。唯有你知晓人心，求你照个人应得的对待他们，好使你的子民永远在你赐给我们祖先的土地上敬畏你，顺服你。假如有一个住在远方的外族人，为了你的大名、大能的手随时救助的臂膀，而来向这圣殿祷告，求你垂听他的祈求，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他，照着他向你所祈求的答应他，好使全世界的人都像你的子民以色列一样认识你，敬畏你，知道我所建的这圣殿就是敬拜你的场所。假如你的子民奉你的命令上战场跟敌人打仗，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面向着你所选择的这城和我为你建造的这殿祷告，求你垂听他们，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使他们得胜。假如你的子民得罪你，没有人不犯罪的，你在愤怒下容许敌人打败他们，把他们俘虏到别的地方，即使那地方非常遥远，也求你垂听你子民的祷告。如果他们在那里悔改，向你祈求，承认他们犯了罪，是多么邪恶，上主，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如果他们在那地方真心诚意悔改，面向着你赐给我们祖先的这块土地向你祷告，面向着你所选择的这城和我为你建造的这殿祷告，求你垂听他们的祈求，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怜悯他们，饶恕你子民一切的罪。我的上帝啊，现在求你观看，侧耳听我们在这里献上的祷告。上主上帝啊，求你起来，和象征你大能的约柜一起进入圣殿，永远留在那里。求你赐福你的祭司们所做的一切，愿你所有的子民因着你的良善欢乐。上主上帝啊，不要遗弃你所选立的王，求你记住你对你仆人大卫的慈爱，哀求开暖慈爱。Satu cua kajam-jaman asini apurua kai imazaitwa dirapuru katu shiva karan，求你垂听他们的祈求，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怜悯他们，饶恕你子民一切的罪。历代志下6章39节。Tu cua kajam-jaman asina apurua
悉尼巴布达尔湾，当假如成为真实 ，no saka mapa ulit，no saka makapa ulit，当假如成为真实。今天经文有多次以假如为开头的祈求，假如被控告，假如被敌人打败，假如遇到干旱，假如遇到饥荒瘟疫，假如心里忧伤痛苦，假如外族人求助，假如上战场打仗，假如被掳他方。这些祈求有类似的表达结构。假如某事发生，当人回转，向着圣殿祷告，向上帝垂听。假如是指尚未发生，还在心里想的事，它是指向将来，先准备起来放着。很多人内心都曾发问：上帝啊，人性败坏至极，我罪深重，你还会对我慈爱吗？所罗门王祷告中的假如，让我们深深共鸣。最后的祷词是为上述疑问提出最佳的答案。求上主，主上帝啊，不要遗弃你所寻立的王，求你记住你对你仆人大卫的慈爱。假如预备着我们的心，使我们相信上帝不离弃的爱。对作者而言，这些假如几乎都是犯罪的结果。这些假如一次比一次惨烈，一次比一次影响更大，甚至最后一个假如是亡国被掳他方。在历代志作者以独特的神学观点解释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假如都是真实的，是货真价实的以色列历史。然而，当人转身朝向上帝，假如成为真实，所有子民必因上帝的美善而欢乐。因着这样的信靠，在假如中，我们就经历了上帝的爱。因为单单在我们发出假如的祈求时，我们知道上帝早已预备了。亚伯拉罕献以撒，上帝早已预备了羔羊。耶稣早已预备为罪人而死，赦免所有的罪。耶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在基督里，上帝预备我们行各样善事，预备我们将来与他同得荣耀。上帝不仅赦免，他早已预备了赦免。当假如成为真实，上帝至终会以慈爱款待转向他的人。假如是一份笃定的爱。我想起自己生命中一个假如的故事。当时我听了很多台湾老兵的故事，在撞难中竟是流离失所的生命。就在我儿子16岁生日那一天，他用我教过他的技巧，从买菜切菜到备料，不假他人之手包了水饺，亲自煮好端上桌，请我享用。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我告诉他，假如有一天战争发生，我们被分散了，你不要害怕，你就拿一张小桌子到我们附近的市场开始摆摊卖水饺，妈妈会想尽办法到那里去找你，一定会有人帮助你，上帝更会照顾你，你不要害怕。那一天我与孩子流着眼泪，在假如中遇见了上帝的爱。Aichu mana sini pada jika tu suaka zaman-zaman no saka mapa uli daya saka latinana kemelang nekanuri tashivaran amina cemas manarui makaya benara tua nanma ne manga saka jejen no saka makai tina kisamula saka nui makai tina pasusu saka nuna makai nama zukur nama kaparain tua varung nua cemas cara pasiling tin cara na mangwa utin sakamaya ima zaitwa mana sini padire nuata cemas
saka no saka na maketina na kipararing apararaw urima kaya tinana mapasaling to mana sini lawi noa semas saka latina na kisamula latina na kiparay to at semas mekanuri ta siwalan amina semas manarui makaya pasaling tanutin imazay katsawan ayakana dimikiki pasamarau tanutin satu su asini paki那么tanutin今天就用一句假如的话来兼顾你最亲密的家人吧。Acu mana sini pa kinam nam tiantin tu soka jaman latina na gemalo kinam nam ay kana pasamaraw ka inuri 掌管生命的主上帝，感谢你在许多的假如当中帮助我做好了预备。主啊，当这些假如成为真实之时，愿你用双手保住我，抱抱我，使我因为有所预备而更勇敢，并因你的保抱而更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Mali-mali tu chua kadam-daman na makatina misya selam sumupu agilaroy to akay no atsamas. Radu ay chua sinubu lakwa galoy na patsun manasini papupiso retanutim tu chua kadam-daman latinana. Kilaroy sa kamilang to manavarong to akinman no atsamat yanutin na mapulat. No nakisamulatin, no napasusutin, no nakiparengtin tara mango atin sa kamaya to aja kini katsawan kumala namatay no aja sisarapay ayatwa ijo at sama sarui lemaka tanutin nekanu takarokuten sakala tinana pasususu sa kamaya to mana sinipadaje katanu aja semas sakamali-mali no ijo ikan na malungwa asinupuan lamun na pajeka tanga ayakana pasamaraw sakamali-mali latina na suliva tu suaca kini adavan taja pingan